大家好，歡迎收睇財富訊息。Ivan 嚟到1月份啦，全球貿易紛爭再度捲土重來，市場避險情緒反覆上升，但係美元似乎開始失落咗避險貨幣嘅光環喎。係啊，過往每逢地緣政治緊張咧，資金就會流入美元去避險啦。但係由最近嘅格陵蘭事件我哋見到啦，市場嘅情緒咧係推升咗金同埋銀嘅價格，而美元指數咧就反而係下跌嘅。美國就業市場咧雖然係出現放緩，但係整體經濟嘅基本面咧唔算係太差㗎，加上美聯儲啦係再啟動減息同埋買債啦，呢啲都會對美國嘅經濟又或者係美金咧構成支撐嘅。咁但係問題係美國債務規模龐大，加上對外政策嘅不確定性，都削弱咗美元嘅長期吸引力。嚟緊1月30號，美國政府又或者咧會再度陷入停擺，投資者咧都對美元資產嘅信心產生咗動搖喎。係啊，而呢個禮拜4嘅凌晨咧，美聯儲咧就會公布最新嘅議息結果啦。市場就預期利率咧將會維持響3厘7半不變嘅。而市場更加關注嘅咧就係下一任聯儲局主席嘅人選啦。對未來嘅貨幣政策咧嘅影響。另外啦，雖然美國咧係取消咗針對歐洲嘅新關稅，但係轉頭咧又將矛頭指向加拿大。如果未來嘅局勢係再度升溫嘅話咧，美金咧又或者咧會係面臨進一步嘅壓力㗎。Coco 話喺美金整體偏弱嘅情況底下咧，澳元表現咧就相對強勢喎。係啊，澳洲12月份嘅失業率由 4.3% 意外降到去 4.1%， 同期就業人數就增加咗65,200人，數據大幅好過預期。目前市場預計澳洲央行2月3號加息25點子嘅機率已經由3成飆升去到6成啦。如果澳洲央行真係加息去到3厘85，到時澳洲嘅息率咧就會高過美聯儲，呢個息差因素啦都對澳元好有幫助㗎。係啊，加上近期大宗商品啦係上升啦，呢個都係推升咗澳洲紙嘅。澳元對美元咧就暫時受制響100月線。要提醒翻啦，中國作為澳洲最大嘅貿易夥伴咧，要留意翻中國經濟復甦嘅進程。目前房地產疲弱啦，同埋消費信心偏軟咧，都係會構成一定嘅阻礙嘅。如果中國嘅復甦係不及預期嘅話咧，澳元嘅上行空間咧可能會受到限制嘅。但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同埋國防等帶動嘅基建項目都會令到企業嘅資本開支上升。呢啲因素啦，可能都會帶動到大宗商品需求同埋通脹，預期對於澳元有長遠嘅升值潛力。今個禮拜3，澳洲會公布12月嘅 CPI， 通脹數據會為澳元帶嚟波動。目前澳元對美元處於超買，下方支持可以先參考翻0.6767水平。Ivan 日元呢兩日都急升喎。係啊，上星期5咧就有消息啦，指出紐約嘅聯邦儲備銀行咧就代表美國嘅財政部向各大外匯交易商咧係查詢美金對日元嘅匯率。呢個咧係被視之為干預㗎。之後咧，美元對日元咧就急跌啦，由159水平跌到去現時嘅154.5嘅水平附近。短短2日嘅跌幅咧達到成3%。暫時預期翻160呢個位置咧，將係會構成日元嘅一個主要嘅支持位。事實上咧，中信銀行國際咧響1月份咧對日元嘅觀點咧係輕度增持嘅，認為日本央行咧有加息嘅需要。加上啦，過去日元過度貶值咧都有機會會惹嚟央行嘅干預。結果咧，今次就唔單止係日本央行有反應啦，甚至乎美國方面咧，亦都我哋見到有所行動。主要因為啦，日債息率急升咧，同埋日元走弱啦，呢個一定程度咧都係影響緊美債息率上升嘅。日本咧有唔少嘅投資者咧係投資喺美債㗎，而日元貶值咧，呢個有機會令到日本投資者係沽售美債。加上啦，近期歐洲嘅退休基金咧係減持緊美債啦，而美債收益率上升咧，呢個都係動搖緊美國金融市場嘅穩定性。日本國會眾議院咧嚟緊將係會舉行大選，選舉嘅結果咧將係會影響而家嘅首相係咪可以留任，對未來財政政策啦，甚至乎貨幣政策咧都會構成影響㗎。美元對日元短線嘅支持咧可以參考翻100天線153.82嘅水平。未來如果係跌穿呢個支持位嘅話咧，將有機會下試150嘅水平嘅。好啦，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